佢嘅總價亦都係珠海市區嚟講咧，目前最平嘅一個價錢，你可以喺珠海市區買到一個物業。其實公寓值唔值得買咧？呢個話題其實好多粉絲朋友亦都有問過 Sunny 嘅。咁我相信你哋喺其他嘅頻道啦，或包括視頻啦，應該都有聽啲咁嘅同行講過啦。其實公寓值唔值得買呢個話題啊？咁今日簡單同大家分享下。咁其實公寓產品咧，佢首先佢同住宅產品有個唔同嘅點，就係大家嘅一個產權時間。因為住宅我哋係講緊70年期㗎嘛，咁公寓嚟講咧，基本上就係40到50年期嘅。咁其實呢個就決定咗呢個產品佢可以使用嘅壽命啊嘛。但係呢個政策響政策出台之後咧，其實佢唔係一個問題，因為而家我哋大陸嚟講咧，所有嘅住宅、公寓、商鋪都係要經過一期續期嘅，即係到咗70年或者40年之後咧，佢可以續期嘅。續咗期之後咧，我哋係屬於一個叫永久產權嚟㗎啦，所以其實呢一個並不是佢最大一個問題。另一個就可能公寓同住宅對比啦，佢嘅水電費會偏高些少，咁呢點亦都係事實嘅。咁同埋亦都有啲博主其實講得啱嘅，唔係話所有嘅公寓產品都值得大家買，因為買公寓嚟講咧，佢係非常之睇重一個地段嘅，因為你地段越好咧，佢呢個公寓產品就越值錢。咁你依家最有代表性嘅就講緊深圳嘅深圳灣1號啦，咁佢亦都係啲大平層嘅公寓單位嚟嘅。咁包括上海嘅通城1版啦，佢都係啲公寓產品，即係唔係純住宅嚇。因為佢嘅一個地理位置夠靚仔啦，所以佢嘅一個價值嚟講就比較高。咁我哋今日要影嘅呢個樓盤咧，就叫做金城中心。咁其實金城中心嚟講，佢係位於珠海拱北區域嚟嘅，一個重心位置嚟嘅。因為依家Sunny所坐嘅呢個位置咧，就係佢其中一個樣板房嚇，大家可以睇下。我哋鏡頭轉出去，響我前邊咧，其實有2條路嘅。咁如果係直行上去咧，就係我哋港珠澳大橋口岸啦。右手邊右轉嘅話，就係我哋一個拱北口岸。咁分別10分鐘內可以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口岸以及拱北口岸。嗱，咁鏡頭再起高少少啦，遠處望到嗰個白色樓宇嚟講咧，就係我哋一個雙利縱龍灣啦。咁再遠處些少嘅話咧，就係我哋一個澳門嘅三葡京，係啦。咁側邊嚟講嘅話咧，亦都係望到我哋嘅將軍山嘅山景啦，以及南屏水庫啦。同埋最重要一點啊，因為而家響呢一個區位嚟講，我哋會即將起一個珠海第2大嘅三毛會員店啦。因為第一個咧就響嗰個前山，即係其實唔係前山噶啦，已經去到上涌嗰個位噶啦。咁我哋呢一邊咧亦都會起一個三毛，就響我哋呢個項目正前方嘅啫。即係以前講緊嗰個竹仙洞嘅高爾夫球場嗰度啦，佢就會全部剷晒，起呢一個三毛。所以嚟緊我哋呢一邊最近嘅一個最大型嘅商業中心咧，就係呢個雙毛啦。咁除咗三毛之外咧，樓盤自己樓下咧，亦都有一大排嘅底商，大概可以俾到8000平方米嘅一個商業俾到大家啦。咁除咗呢個之外，最遠處向我身後嚟講咧，就有大家熟知嘅北山大院啦，同埋珠海嘅華發商都啦，以及依家現成有嘅一個叫做大有里嘅商業。所以其實呢一邊嚟講咧，佢嘅一個商業配套係比較齊全嘅。咁我哋而家嚟講緊呢個樓盤嚇，佢係全部清一色賣緊都係公寓產品嚟㗎啦。咁我哋最大一個賣點咧就係，你如果係想投資嘅朋友，呢個樓盤就唔可以錯過啦。因為呢個示範單位比較多人睇，我哋去另一個同大家介紹下。嗱，咁睇呢一隻交付標準先，咁同大家講翻。咁其實點解話呢個產品咧比較適合投資嘅朋友咧？因為我哋依家講緊5樓到8樓，全中國最大型嘅中高端酒店品牌已經入住咗㗎啦，亞朵酒店。咁亞朵酒店咧係攞咗金城中心嘅5樓至8樓嚟到做佢嘅酒店啦。咁佢係有一個15年嘅租約俾到大家嘅。咁呢一點其實就比較穩陣，同埋咧佢嘅回報嚟講，我都計咗下係比較可觀㗎嚇。因為依家亞朵嚟講，佢前3年係固定6% 嘅回報俾咗大家啦。咁我按照依家現時睇緊呢一隻40幾方嘅單位，總價大約就80萬左右。咁我哋計翻6%，一年就係48000嘅一個租金俾到大家。呢個係前3年嘅。咁佢考12年嘅話咧，就按照我哋呢個單位呢個 size，
45個方，佢嘅保底係56蚊一個方嘅，係啦。跟住咧，佢除咗呢個保底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個分成㗎嚇。咁保底56蚊，45蚊，你咪計翻條數咯。嗱，佢嘅保底咧就2500左右啦。呢個係呢個單位即係3年之後嘅一個保底。跟住咧，我哋仲有個3成嘅一個分成。咁按照依家現時嚟講，珠海所有嘅亞朵酒店平均都係400蚊一晚租嘅。咁我就當你一個月租20日就有8000蚊，係，但呢個唔係直接俾你㗎嚇，佢要減除你2500蚊嘅一個租金啦，啱唔啱啊？咁就剩低5500，你再乘以你嘅30%，即係仲有1650左右，咁再加翻我哋嘅2500蚊啦，即係意味着你3年之後佢可以俾到你嘅一個租金回報咧，都係講緊4000零蚊。咁啱我哋依家睇呢一隻咧就係45平方嘅。南向嘅單位，佢嘅總價嚟講稍微就高啲，80萬到85萬左右。咁除咗呢一隻之外咧，我哋仲有一隻北向嘅45方嘅。咁其實北向嘅話咧，佢總價就相對於南向會平少少啦。嗱，呢一隻咧就北向嘅45平方啦。咁北向佢嘅間隔咧，同南向嗰個間隔係一模一樣嘅，只不過咧我哋做咗些少嘅改動。即係擺埋啲軟裝家私咁解啦，即係你可以見到嘅，係啦。呢一邊嚟講，我哋就會有啲軟裝家私嘅，同埋咧南向同北向有個少少嘅區別啦。南向佢望翻出去嘅景觀係啲叫做比較高大上嘅地方，類似新葡京同埋山景、水富景係咪先？咁我哋北向嚟講咧，你就可以望到成個北山大院以及華發商都。同埋我哋嘅大有里商場以及澳門嘅來來商場，所以呢個就係南向嘅景觀。兩邊嘅景觀面嚟講，其實就相差不大。但係如果咧你揀南向同埋揀北向嚟講，同一層同個唔同朝向嘅單位，你要相差大概要去到10萬左右。所以如果你係真係純投資嘅朋友咧，新年就建議你揀北向啦，冇必要揀南向，因為貴啊嘛。嗱，呢一隻咧。就係大些少噶啦，54個平方。咁其實呢一隻就會更加偏向於你可能自己住，但係都冇咩樓層噶啦。佢嘅間隔嚟講就比較居家式嘅，睇落嚟講都係比較舒服噶嚇，係啦。但係呢一隻嚟講總價高啲啊，呢隻要去到90幾萬，差唔多接近100萬噶啦。54平方嘅呢一隻係，但係佢嘅採光面就好靚仔咯，即係成個 L 型嘅，你包括廁所啊到客廳到房咧，全部都係有明窗嘅，所以佢嘅感官嚟講係更加舒服啊，同埋間隔嚟講又大些少。如果你係54平方咧，呢個睡房空間其實足夠嘅，即係你擺個睡床喺度，擺埋床頭櫃都冇乜問題。而且咧，大家可以留意下我哋樓下呢一條，我哋係叫做南灣大道嚇，咁其實佢係珠海嘅一個主道嚟嘅。你見到而家5點零鐘呢個時間車流量係非常之大嘅，所以佢呢一邊嘅地理位置嚟講咧係旺嘅，佢唔係啲郊區，所以話點解話呢一度嘅公寓值得大家去購買就呢個原因啦。因為你生喺珠海最中心嘅一個地段，你享受到成個珠海所有嘅高端嘅商業配套啦。咁佢嘅總價亦都係珠海市區嚟講咧，目前最平嘅一個價錢，你可以喺珠海市區買到一個物業，因為而家珠海市區嚟講咧，我哋講翻住宅下，上一期好出名嘅七澳灣盤，七澳灣盤一房幾錢咧？110幾到120幾萬，35平方啫喎。咁我哋而家呢一度咧40幾方，我70厘米有交易，咁我呢個大啲嘅54平方，其實都係100萬唔到，係咪先？咁如果你話對比翻最大些少嘅，我哋亦都有個改造過嘅，啱先喺視頻開頭嗰度啦。咁嗰個咧就係54平方加埋個45平方組成嘅，即係大約啦，套落去到90平方嘅。咁佢係大啲，總價高啲，做到3房到啦。咁其實佢嘅總價都係200萬唔到。但係如果你響珠海市區，你買個住宅3房，你冇200幾萬，唔好意思，你係買唔到嘅。因為而家即使最平嘅，講緊十字門華發嘅海匯啦，佢嘅95平方3房都要去到260幾、270萬，係咪先？價錢係比較貴嘅。咁再回應翻大家咧，公寓值唔值得買呢個話題？咁其實都係嗰句，買公寓大家睇位置、睇配套。因為如果你話呢個位置
係響金灣喺斗門嘅，咁我亦都唔會過嚟影呢一期視頻，亦都唔會介紹俾大家。咁如果話你身喺市區，跟住周邊冇配套嘅，我亦都唔會介紹俾大家，因為咧公寓佢就食呢兩點嘅啫。第一個地段，第二個配套，第三個人流。咁人流、地段、商業配套，大家睇到嘅。所以如果對呢個金城中心咧，大家有興趣嘅，隨時私信Sunny啦。咁我哋下一期視頻再見。今期視頻分享咁多先，拜拜。